红色的啦，不知道是不是红豆了，可能是相思豆了，因为跟红豆印象不一样。然后用那个智慧镜头，有没有智慧镜头？智慧镜头拍照辨识，要有网络连线呢。把它压出来，压出来里面呢是绿色的。咖啡啊，不像咖啡豆，不像咖啡豆。樱桃是，那小小粒。凤果，左外也有凤果。